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好好运动，又见面了哈！看到我做乜嘅运动，嘿嘿，冇唔錯啦！看到我做嘅運動身體就會變健康，各位心情就會變好啊！嘿，唔知豆腐卡有練習嘅四隻動作冇？有冇？有哈！嘅四隻動作哦，拍起來哦，拍起來呢，等下呢，做得呢，第一隻動作到第四隻動作連向下，安尼跳起來哦。 心情會變動好啊！哈，各位啊，規隻身體呢會動有活力哦，各位動有精神哦！哈，愛吃看的嘛，愛吃看的就讓我強下哦！哈，來手叉腰，準備好嘛？然後拿毛巾拿水，不用旁邊哦，預備等哦！哈，等下最後的時間做在涉水，流汗的時間就做在出汗哦！哈，做得嘛？做得好，來強下來，哎，記得咯。 愛抬頭挺胸哦，哈！各位呢，都是愛數咗去哦，數一去哦，好，做得好。記得第一隻動作係乜嘅嘛？做得做較慢啲會好嘅啦，哈。然後上一下來啊，哈。來準備哦，來了。好，旁邊開始了，哈。旁邊1、2、3，旁邊1、2、3，旁邊1、2、3。聽一隻係乜嘅？好高係嘛？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各位乜嘅？兩邊係嘛？交叉哦，嘿，各位呢，上面係嘛？腳按捏起來哦，各位乜嘅？跳8度哦，加油哦，強強嘅，強強嘅，哎呦，唔好按用力啦，強強嘅就好，做得嘛？第一隻動作又來了，好來，1、2、3，1、2、3，數位來出來啦，好高係嘛？8度哦。 1、2、3、4，抬頭挺胸，5、6，去那邊旁邊係嘛？1、2、3、4，捏起來哦。1、2、3、4，跳8度，做得嘛？1度，強強的做好，對呀，都是啊，所以來啦，安尼跳起來較輕鬆，做得嘛？好，來踏步，哎，安尼有上起來嘛？上起來啦哈。 唔好難啦，唔是按緊張啦，唔好一下看到按到動作就動緊張，唔是啦哈。嗱，老師強下做就好嘅啦，好，又要開始了，準備嘅哈，也都做睇，按張做舒緩嘅動作，好嘛？第一招哦，5、6、7、8，加油哦！做2度係嘛？各位係嘛嘅？好高係嘛？8度哦，抬頭挺胸哦，還有哦。 各位兄弟，旁邊係嘛？1、2、3、4，捏起來哦！哎，做嚟1、2、3、4，跳8度哦！1、2，加油哦！做4度之後，又要開始咯！準備好了，來了！1、2、3，1、2、3，哎，保持微笑哦！聽一隻係嘛嘅？好高係嘛？做4度哦，要記起來嘛！ 旁邊哦，到旁邊來，哎，腳掌捏起來，哎，都是啊，數起來哦，哈，跳8度哦，加油哦，哎，面帶微笑哦，做得嘛？好，等等，示範老師哦，來看示範老師做哦，哈，來準備，哎，你看到示範老師的切頭有冇？有安尼，有等嚟哈，各位哦，不能有純色咯，聽一隻係嘛嘅？哎，嗱，安尼老師強用，係你看到老師做乜嘅動作，一聽就有樣啊。 抬頭挺胸，各位你看有微笑係嘛？第3道動作，哎，你看到按你捏起來嘅時間呢，你要切頭，哎，來出來，順出來，做得嘛？好，哎，跳8度，你看安尼老師哈跳起來很強哦，係嘛？啊，老師強樣哦哈，第一個動作來了，哎，1、2、3，做得嘛？好高來了，抬頭挺胸，還有4度哦。 做得嘛？好，哎，馬家到旁邊係嘛？捏起來，係呀，腳掌按捏起來哈。跳8度哦，強強嘅咯。啊，老師比賽，看人慢人較強，嘿，加油哦！好，休息了，好來，雙腳打開來，係吸氣，哎，慢慢地吐氣，做1度哦，吸氣，吐氣，好。 腳啊，有一些人軟係嘛，
来，田老师做伸展运动，做起来呢，你就会知道脚较轻松的，好冇？好，马个动作呢，手打开来，好，压7条呢，先板凳的，好，各位呢，然后呢，慢慢的压师傅，安尼送过去，系啦，做得嘛？做得嘛？做得好，各位呢，两只手慢慢的放到天来下，做得嘛？做得好，做得了吧？做较难一些的哦，然后压木柱，看到压树，哎，做得嘛？安尼做得来到伸展到两一条，紧头哦，好，做得嘛？做得啦哈，好，慢慢的又倒转来，哎，都是师傅，记得咯。老师讲过诶，师傅做得安尼冇，所以好唔得啦，哈，手转来啊，哈，好，抬头挺胸哦，各位师傅倒两片来，嘿，两只脚啊来床来哦，哈，好，做数不用到天来，做得冇？做得好，做得把眼目住，看到蛋糕位数，数我来出来哦，做得好，哎。等一下呢，你做完伸展运动的时间，你就会自动让脚变到动轻松哦。好，慢慢的转来。哎，都是有空的嘛？好，慢慢的过来。哦，听到安尼示范老师做哦，摸住看蛋糕的数哦。好，有看到冇？哎，安尼示范老师好，蛋糕的数存出来。嘿，各位啊，这边的7条要慢哦。好，等好啊，你看安尼夹脚，规则就有来到哦。哈。哎，等好哦，好，慢慢的变转来，记得师傅唔好空空，手转来，好，慢慢的师傅变过去，各位数变天来，木柱呢看蛋糕位数，哎，有知道那边有一些人很冇，有做错嘅啦哈，哎，有做错嘅咯哈，好，慢慢转来，好，然后压7条，哎，顺出来。深呼吸，各位呢吐气，各位深呼吸，各位吐气，好，脚手转来，系嘛？唔看哎，我相信我讲嘅话啊哈，系唔系做得嚟，人脚就较强嘅，唔可以唱家下按嚟按脚嘅，系嘛？好，唔可以腳嘅呢，嚟下呢就會開始哦，第1集到第4集，做一到做得，你就休息嘅，好嘛？好唔好？做得啦哈，你下毛巾呢，夾夾拿起來出啦，係有流汗啦哈，係有流汗就清沾哦，安尼表示你有運動到哈，哎，安尼人嘅血液循環就會變好，嗰個呢代謝就會變好，你動創藥嘅哈，代謝係唔好嘅人啊，就會樣啊，會生病咯哈，嗰時呢啊運動提高人嘅免疫系統，好嘛？好，來開始啦，準備好嘛？好啦，踏步哦，好來手叉腰，準備哦。第1集動作記得嘛？記得好，來第1集動作，來1、2、3，做得嘛？做得啦哈，做動作嘅咪哈？來後個8集哦，可抬頭挺胸哦，做得好，好旁邊哦，1、2、3、4，做得好，1、2、3、4，可以哎媽㗎，跳起來係嘛？8度哦，強強嘅。比賽，佢慢人較強哦。第1集動作，加油哦！哦，唔好休息啦，加油啦！你要做太做休息啦，好嘛？好，來哦，後個哦，我抬頭挺胸啦，哈！做4集好嘛？好，來哦，抬下胸下哦，來後交叉，哎，壓腳掌啊，按你起來，記得冇？好，跳8度係嘛？加油哦！數來，數我存出來，數啊，存出來。哦，來跟靠下踏步哦。做得嘛？做得哈，做得，你就做了1道好嘛？好，5、6、7、8。哎，加油哦！聽得安妮老師做哦。嘿，你看安妮老師懂厲害哈，身材哦真經當好係嘛？唔是羨慕佢哋，佢哋做係日日運動就有安尼嘅身材。嗰時候呢，唔做係睇安妮老師咁樣日日運動哈，你看當厲害係嘛？其實啦哈，做安尼連續嘅動作，真嘅我有一絲絲嘅傳，看安妮老師練到體力當好係嘛？加油啊！哈，請下試到係嘛？加油加油！做得嘛？跳下來啊！8度哈，加油啊！你都做得，你就休息一下啦，好唔好？
好，来旁边啦，1、2、3、4，好，脚掌按内起来啊，1、2、3、4，跳8度系冇，强强诶，来，比赛看慢人较强，还要面带微笑啊，好，哦，好，来，脚打开来，深呼吸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做一道深呼吸，慢慢吐气。 深呼吸，吐气，做得冇？做得冇？来，两只脚，做得冇？做得啦哈！因为啊，本来当上啦，本休息，按过呢，可能做到按顺啊，做一刀就休息好冇？加油，安尼呀，心肺功能就会提升哦哈，各位免疫系统就会变好哦，好嘛？好，来踏步哦哈，请好哦，做得按住休息诶哈，加油加油哦，好，加油加油，准备啊，提早动作。 5、6、7、8，加油哦！哎，面带微笑哦！哎，好过来，1、2，抬头挺胸哦，躺好哦，旁边，哎，1、2、3、4，人脚掌啊，内起来呐，系啦，8度系冇，来比赛哦，强强的哦，哎呀，强强的，系呐，强强的哦。 轻后一刀好嘛？轻后一刀诶，加油！1、2、3，有嘛？做动作较顺诶，系嘛？系啊，做个动作做个较顺哦哈。来，8刀哦，还有4刀系嘛？加油哦！旁边1、2、3、4，系脚掌内起来哦。1、2、3、4，跳8刀，强强诶，轻后8刀诶，加油！面带微笑，会结束嘅呢。5、6，哇，结束嘅，来脚打开来，深呼吸，很强哦，吐气，做一道深呼吸，哦，吐气，好，接下来做伸展运动好嘛？好来数哦，来创造，各位呢，数打开来，好，脚趾头要记得要怎么来弯哦，好，慢慢的让牙齿稳，边过去，来做2只脚要转正来哦。 有成真嘛？有啦哈，数不用多听啦。各位目主还记得要看哪冇？看牙数啦哈，看蛋糕。有冇？有看到冇？肯定安妮老师哦，你看安妮老师做到个数有冇？手部会曲线动讲哦，看冇？系啊，做个运动啊，你看你运动牙手部会整个曲线就会动讲，各位就动修长哦哈，动厉害哦哈。好，慢慢多转来，关了。 伸打出来哦，好，四步过去，做得嘛？做得哈，来，数不用多听啦，木足看蛋糕，哎，记得咯，肚子啊，又走出来了，好，慢慢的转来，做一道4步过去，数不用听啦，木足看蛋糕为数，做得哈，做得嘛？ 做得啦，好，轻后一刀，来，脚趾头稳定的哦，好，来慢慢送过去，好，莫做看蛋糕的数对嘛，哦，你好，轻后哦，要做更深层的延展哦，然后牙数不用听啦，好，然后牙齿慢慢的不用下去，哎呦，做得嘛，下只脚高脚，哎，你要做动深层的咧，安尼伸展哦哈，牙。 脚的曲线就会变动强哦，做得冇？你脚啊，安尼勾起来，安尼你就会吃到几只小腿哦，有延展到哦，有冇？观众成这了哈，好，慢慢的弯撇，啊勾脚哦，记得咯，有勾起来嘛？有哈，各位啊，啊背囊哦，唔好安尼弯腰驼背哦哈，抬头挺胸，有流汗嘛？ 嘿，我刚讲哦，做活力有氧做体以后呢，做伸展运动，你就会流动到会汗哦，哈，我记得哦，要拿汗出腔来哦，我要补充水分哦，安尼呀身体才会变健康哦，好嘛？好哈，来慢慢的总结，好，好，慢慢的双手放在大腿，好，慢慢的，脚慢慢的手再来，好。 有冇做到动爽快好冇？规则的身体就变动强壮，系冇？有哈，系啊，安尼就表示讲哦，
一定要日日运动哦，好嘛？运动身体真健会变健康哦，哈！一定要运动哦，好嘛？好，今日就搞到了咯，好，再见。